論鬼神，是言各有因由，無須驚慌。我都好清楚啦。我哋成日講見鬼，或者見有啲咩神，其實咧就係人咧死咗之後，會按住佢前身所做嘅嘢好唔好，就去投身去邊嗰度啦。最關鍵嘅字咧就係呢三個中陰身境界，嗰啲中陰身。中陰身咧就喺佛教入邊咧講咧，我哋所有我哋嘅而家我哋人類係我哋人啦。咁佛教講咧有六道輪迴咧，有六種嘅生命嘅投生嘅道路嘅。我希望大家要話好受信心。由今日開始，你上嚟慈航兒子參加呢個活動之後，而家人哋問你呢個咩節啊？咪鬼節咯，去燒街衣咯，或者咩咯？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大聲話俾人聽呢個係咩節？請你大聲講一次。盂蘭盆節。盂蘭係一個倒吊嘅苦，比喻喺嗰個咩啊？喺個地獄餓鬼邊受苦咧，係俾人倒吊一個形容詞嘅，比喻係咁慘咁辛苦嘅。呢個盆咧可以點啊？係要共爭，跟住咧可以幫佢咧消除啲阻障，能夠超度到嗰個咩啊？佛祖嘅十大弟子，佛祖嘅十個好叻嘅徒弟。其中一個叫神通第一，叫做目犍連尊者，佛祖教佢就喺叫做咩啊？頭先佢都講咗話叫做佛歡喜人，就因為就準備一個盂蘭盆咧，準備好多供品去共爭，積到啲福咧可以超度到佢媽嘅。祈請為亡靈赦罪。佛教中嘅盂蘭盆節起源於《佛說盂蘭盆經》。盂蘭係度緣嘅意思，因為經文裡面明確講明為親人誦經誦咒係可以將親人超度到人天善道㗎。後來道家把中元節定為被君赦罪日，咁我又上唔到天享福，咁點呢？咁我哋有一個好直接嘅方法，就係求阿彌陀佛嚟到去幫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嘅土平。B 道緣 C 企定站立9月15，我數1、2、3，你先去走1、2、3，係啦，係你啊，你跟住讀係啱啦，2、3，白色衫嗰位係啦，請講係 C 9月10，唔係，今個月係幾多月啊？70，求富貴，莫負人生，逃離生死。能者不能，十方諸佛同讚說，菩薩本心佛性慧，得成就。功德回向，祈請十方諸佛菩薩垂加護。